傳第一回，重點係張天師調陽瘟疫，洪太尉五斗幽魔，北宋仁宗時京城鬧大瘟疫，官府做晒法事都冇用。范仲淹提議請龍虎山張天師來設兆陽災，皇帝就派洪太尉去請。洪太尉到咗龍虎山，主持話要佢齋木更衣，獨自上山先見得到天師。佢上山途中撞見老虎同大蛇，嚇餐死。後尾遇到個倒騎黃牛嘅道童，話天師已經去咗京城。洪太尉落山先至知，嗰道童就係天師，後悔到不得。之後佢硬要打開封印住魔王嘅伏魔殿，見石碑刻住遇洪而開，就叫人掘開，突然黑氣沖天，散成百幾道金光，原來係108個天罡地煞魔君被放咗出嚟。洪太尉驚到收聲，返去訪報瘟疫已除，得咗賞賜。呢回就係講呢班魔君被放出，為後面好漢最意埋下伏線。當星辰墜落藏中，往事凝成琥珀中，誰在吵，誰在和命運的線戰鬥？我是你夢中的紅，你是我心底的夢，聲色起過去，散匆匆，浮生若夢中成空。